当年老庞的任务是去营救小回楼里的同志们，但是任务失败了，老庞也遇害了。但是老庞在哪儿牺牲的，至今还查不清楚。当年卢门惨案的炮制者是雪狼，所以我们怀疑这个雪狼就是凶手。你们这帮刽子手，神明不会放过你们的！中国万岁！人民万岁！中国共产党万岁！中国人民万岁！中国人民万岁！共产党万岁！中国人万岁！刽子手，你们不得好死，不得好死！中国万岁！卢门解放以后，我认真核对了每一位烈士的信息，里面就是找不到老庞。老姜，你知不知道有一个代号叫鬼枭的特务？怎么了？档案上显示，这个叫鬼枭的特务跟徐文正联络过7次，但是在20号当天却突然联络雪狼。我在想，这个人会不会有什么问题？他们之间不是最讲究体系外的保密吗？鬼枭是徐文正的手下，当时徐文正在执行别的任务，不在小回楼，所以鬼枭应该也不在。徐文正在被枪毙之前也没有提过鬼枭这个人。徐文正的资料我看过，没有线索。还在算大头罗呢？怎么都算不对。我觉得我们还是没有找到解决之道。如果这压根儿就是一场骗局呢？骗局？这可是国外资料明确记载的，怎么会是骗局呢？人家比咱们先进，他们都在用，咱们却不用。如果发射鱼雷的时候潜艇翻了，谁来负责？打不中目标，谁又来负责？裴章说的对，不能因为算不通就放弃。除非数学能证明没有大陀螺，不影响稳定性。喂，你好，专家办公室，帮我找一下季专家。丹阳，找你的。哎，来了，谢谢啊。喂，季专家吗？珊珊啊，什么事？你没发现这2天少了点什么吗？什么？黑白会还拿你当朋友呢，他都3天没来上班了。他人呢？生病了，何主任给了他1周的假。1周？这么严重？就这事儿，挂了。红梅，红梅，怎么才来？都几点了？不好意思啊，刚开完会。给白慧买的东西还没准备呢，买点什么呀？这些吗？专家副食票，你这个月不吃肉了？还是留给需要的人吧。走吧，
快走。谁呀？来了。白大夫，我来给你送药来了。我药够用了，以后不要再送药了啊！哎，别呀，白大夫，你看我给采的药，今天药可新鲜了。我说过，我不会再收你的药，走吧。别呀，白大夫，你行行好，收了吧。你要是不收啊，我家都揭不开锅。少跟我废话，赶快走！白大夫，白大夫，哎呀，白大夫，您就行行好，收了吧。你到底是谁呀？白大夫，我就是一个送药的，就算我不来找你，也会有别人来找你。再说了，我一个跑腿送信的，是谁这重要吗？说吧，谁派你来的？白大夫，您还是先看看药吧。爸，你连一句实话都没有，我怎么收你药啊？白大夫，你可就别难为我了。我就是到了日子，到了时间，到专门的地方去取信，您就行行好收了吧。你要难为我，我可真就没法活了。你更别难为我，我也没法活。白大夫，赶快走！你收下吧，白大夫。走。爸，您宝贝女儿来了。教会啊，这是啊，送药的。对，送药。送药的，你这病还没好利索，你出来做啥子呀？我出来透透气，能好得快点。哦，白大夫，钱还没给，您随便看着给就成。啊，对。啊，谢谢啊，我先走了。来，白慧。哎，大洋，红梅姐，哎，白慧，哟，季专家，哎，潘公安，你们来了。我们这听说白慧病了，过来看看。你这病了也不跟我们说一声。你们那么忙，大洋又搞科研，我又不是什么大病，就不敢打扰你们了。哎，行，我去烧水。哎，辛苦了，叔。哎，快进来呀！哎，白慧，以前我生病的时候啊，你就总照顾我，今天可算让我逮着机会了。咱们改正伙食。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？还有排骨啊！季专家呀，今天是把他1个月的副食票都给贡献出来了，我也沾沾光。那我给你们做一个红烧排骨吧，来。哎，别了，你病号就好好歇着吧，今天我来啊。那我给你拿砍刀去。哎，等着小慧，你呀歇着，在哪儿我去。杂物间门后，我去。哎，潘公安，找什么？啊，白大夫。小慧说砍刀在这儿。哦，哎呀，你这孩子，在这儿。哎，您今天又上山采药去了？药农送来的。慢点啊。哎，白慧。你这能行吗？给我，没问题。小心着点啊！哎，没问题。哎，你行不行？哎，季专家，哎呦，哎呀，做工程你是专家，这怎么还做肉啊？我是专家啊，这还有门道呢？歇着去啊，还真不行。呵，哎，快歇着去吧。那我去弄鱼去。啊，厨房在那边。哎，好嘞。你守着这样一个父亲，得什么病都不怕。我去给你们倒茶。哎呀，小慧这一病啊，哎呀，正好她也能歇歇，我还能给她开点药调理调理。真羡慕他，不像我，连我父亲在哪儿都不知道。这得怎么弄啊？哎呀，现在都解放了，过去那样的事情呢，不会再发生。白大夫，
你上次跟我说你给徐文正治过病，那，你有见过他手下吗？手下猫狗的倒是见过2个，见过的。白大夫，有一个代号叫鬼骁的人，你是不是认识？鬼骁不就是北方叫猫头鹰的吗？这是徐文正的一个手下，那是他的代号。是个人的代号吗？没听说过呀，不清楚。您再好好想想。彭红梅，彭红梅，彭红梅，这鱼怎么那么滑，又弄不明白？你快过来帮我处理处理。自己弄，忙着呢。这个活的我处理不了。哎呀，行了，我来吧，我来。哎，您歇着，我去。快！放心啊，叔。能干什么呀你？哎呀，那你也会炸呀！哎，小慧，给他们倒点水。哎，嘿嘿。这鱼你都不会弄，那给你个鸡，给你个鸭怎么办？养着呗。啊！哎呦，这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没事没事。哎，我看看，切到手了吗？没事儿，一个小口子。来，我给你处理一下，快点。不是，我还没弄完呢。你快去弄吧，你弄完我。哎呀，没事儿。快坐那儿。没事儿，一点小伤，看把你给紧张的。你还看五线谱呢？小慧。想学手风琴，总得从识谱开始啊。这么说，以后能听到你拉手风琴了？我呀，就是从零开始的，还早着呢。你这么聪明，肯定一学就会。这里边谱子还挺多。哎，你学会哪首了？给我唱2句。好，会哪首？给我唱唱。算了，感冒还没好，嗓子疼。等过2天好了再给你哼。行，今天饶了你。小慧啊。哎。哦，怎么样啊手？没事儿。哎呦，你看不小心，来涂上这个试试，好得快。谢谢啊。小慧啊。哎。涂好以后，赶快去帮季专家做菜啊！知道了吧？哎呀，这到底谁吃？好没人吃。对呀。还是我来吧。没事，我自己没问题。我跟你讲啊，好不好看，好不好吃，反正也就这样了。第一次做啊。哎，没事，我在这行了，你在这我就更不会干了。我帮你弄一弄，怕糊底。你轻一点，你这样会崩的。你顺着这个锅旁边放。好。我这是根据咱们嘴大的人啊，就拿大的吃；嘴小的人就吃小的。结合每个人的特色做的这种特色家常碗。你看这大的，地头梅是吧？哎。没想到啊，你还有这一面。哪一面？
会照顾病人情绪，还会做饭，心挺细的。你这反射弧也太长了吧？现在才发现？你又没这样对过我，我怎么会发现？你铁打的身子也不生病，你让我怎么表现啊？哎，要不你病一场，你看我怎么照顾你？你什么意思呀？盼着我生病是吧？你这铁打的身子，我这辈子估计是没这个机会。不是你说话，怎么让人听着都这么别扭呢？夸我呢，损我呢？夸你啊！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总去市局的训练场训练。哪天练练？别哪天了，哪天也不练。你们做科学家的呀，这个身体一定要硬朗，练练是没有坏处的。小慧，小慧，你看看你这3天，病恹恹的，话都不愿意说呀。吃了爸爸那么多药，这都不见好。唐公安和季专家这一来，一下就来精神了，什么病也没有了。你说爸爸这是不是老了，该退出江湖了？连自己女儿的病都治不好了。这正所谓啊，生病易治，心病难医呀。什么心病呀？还不是吃了你们的药才好的吗？小慧，我看你屋里那桌上有一本乐谱，过去没见过，现在这是怎么回事？爸，你还懂乐谱啊？乐谱我看不懂，但是我知道，这是唱歌用的。老爸，小慧，你对这个感兴趣？我们厂专家组有一个专家，拉手风琴特别好听，我就想着跟他学呗。但是他说学手风琴得先学识谱，我就先借了本书自学一下。请鬼骁出山，加入党国磐石行动，破坏中共水利工程。爸，我上班去。哦，哎，小慧，来看看，病刚好，熬的这个药你再吃点，巩固一下。病都好了，还吃什么药？我走了。巩固一下呀！你看看你，走了，不喝了。你这个孩子真是，这个孩子。
我再重申一遍啊，纪律，纪律，听到没有？瞧你们这一封封的检举信。总之，这种情况，现在的检讨全都不合格，隔靴搔痒，生怕跟自己扯上关系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们，这件事情很严重，现在厂里已经把这件事情定性为恶性事件了。下面，我宣布一下新来护士，还有2区护士长的事。 哎，要是真来了新护士，那我们就会分科室了吧？咱们总算能轻松一点了，真好。我看也未必，他们刚来还不得手把手的教啊？也是，可那也比人手短缺的好。我看呀，这选护士长一个个都卯着劲儿呢，尤其是郑丽。等会儿把3床的药换一下。好。别乱说，没什么错，人家护龄长，经验丰富。 按理说也应该是他，他那么看不上你，你不怕他当了护士长之后刁难你啊？别想那么多了，做好自己的事儿吧。你呀，心真大。谢谢。这是3床的药，白慧，陆秘书，跟你说了多少次，消毒间你要少来，这里面都是无菌的。哦，好好好。我说你这大病初愈的，应该好好休养，这些活让别人干去了。我一个护士，这活就是我的，我能让谁干呀？哎，我听说你们厂医院要推举一个护士长。你消息够灵通的，刚开完会宣布你就知道。那这事儿也得上报厂院嘛。我觉得这护士长你最合适。谢谢。厂长，你总算是来了。夏院长最近心情不好，正打点滴呢，他需要人开导。哎呀，杜芳有问题，又不是他老夏有问题，心思怎么那么重啊？夏院长啊，把名誉看得特别重，厂医院上了通报批评，他这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啊。在哪个病房？啊，这边。你说你这么优秀，这护士长本来就应该是你的。陆秘书，你别说了，你在这儿会影响我工作的。说你呀，一忙起来就不会照顾自己，你得学会照顾自己呀。你说你这个手整天泡在水里边，那对皮肤多不好啊！白慧，拿着。这可不行，我怎么能收你礼物呢？哎呀，你就拿着吧。我不能收，陆秘书。我这特意给你买的，你是收下吧，这特别好，真的不能收，你别这样，陆秘书。求求你了，你拿着吧，拿着，我不是跟你客气，你别给我。韩厂长，葛主任，白慧，你去一下护士站。哦，好。韩厂长，我还有几个病人，我先去看一下。好。厂长，你是不是经常来厂医院找白慧啊？厂长，我有追求爱情的权利吧？那你知道人家的心思吗？在这里动手动脚的啊！别忘了，
你是厂办秘书，大学毕业生，不是无业游民。是的，可是我想，你想什么呀？你应该想着怎么把全部心思放在工作上。你应该像你父亲一样，不怕流血牺牲，敢于冲锋陷阵，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。队长，我又看了一遍医院里所有人的笔记，没有一个是跟这张图上一致的。这也就是说，从赖广润家找到的这张厂医院布局图，不是厂医院内部人员提供的。厂医院毕竟不像专家楼这种保密型单位，人人都可以见。所以我们的调查范围一定要扩大，但凡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的人员，都要进行排查。是，队长。我建议从张阿水住院那天一直到出事那天，这中间所有去厂医院治疗过的人都要想办法弄到他们的笔记，一一进行排查。好，就这么办。可队长，就我们这几个人，怕还没找到人就跑了，怕敌人跑了就加班加点。说实话，就这点工作量，跟我们打仗比啊，差远了。这个钛合金的冶炼呀，是个世界性的难题。我们还要靠全国各地的专家群策群力，来保证水滴工程试验起步。这个潜航稳定器从60吨改进成40吨了。潜航稳定器的工艺太过于复杂，而且造价成本极高，以我国目前的工业水平，没有个6、7年恐怕根本完成不了。3年，如果可以联合全国各大院校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尝试争取在3年内攻关成功。在一个环节上就浪费3年，那我们什么时候能造出自己的潜艇？哎呀，看来你有不同的意见。叔公，我跟立奇、席文他们说过我的观点，我看过杂志上面的资料，我也认真的验算过。我认为，就算没有潜航稳定器，我们的潜艇也一样能够完成设计，达到标准。可是国外的潜艇都有啊，他们的科学杂志上都写着呢，不可信。我觉得这是外国人的烟雾弹，我担心我们在潜航稳定器上浪费的时间越多，花费也就越大，我们的损失也就越大。你认为，科学是靠数据，不是靠直觉，每一个环节都要稳扎稳打，做好充分的准备。虽然这样会花费我们很多，但是我认为在你眼中的这些损失都是值得的。必须通过实验来证明哪个是对，哪个是错。时间不等人，我们已经没有试错的时间了。好了，不要再争了。咱们这个实验用的潜航稳定器啊，已经初具雏形，不妨咱们明天去车间，现场进行个科学论证，好不好？把铆焊车间的工作面一定要收拾干净。明天楚公带着专家团队去你们车间考察。赵主任，这件事情一定要重视起来啊！拜托你了。好嘞。白慧，你怎么来了？有事儿啊？我是来跟你道歉的。道歉？跟我道什么歉？就是你送我护手霜，我没收。我当时真的不知道韩厂长和葛主任会来。对不起啊，让你挨批评了。哎呀，没事儿，我都没往心里去。真的？那当然了，你要是过不去的话，你就把护手霜收下啊。哎，拿着。谢谢。哎，白慧，你们厂医院选举护士长的事儿，那报告都放在我这儿了。你各方面都那么优秀，这个护士长就一定是你的。这次我一定会帮你的。陆秘书，这事儿最好还是让领导决定吧。啊。
牛师傅，哎，看这么短的时间就造出这么个大家，真得感谢你们啊！哎呀，我还嫌慢呢。毛主席说了，1万年太久，只争朝夕。牛师傅就是牛啊，我们就需要这种精神。有了这种精神，我们的潜艇就指日可待了。我们是按照10:1的比例设计的，总体重量是4吨，通体是精钢打造。4吨，这要是按照10倍的大小来的话，这得是多大的家伙？我虽然对潜艇不了解，但是今天看到它，才知道水滴工程有多浩大。牛师傅也太厉害了！是啊，真厉害啊！是啊，小心点。快躲开！快闪开！有没有应援啊？这个没来主公。队长，队长，救人！救人！救人！叫应援！队长，快快！队长。需要输血，确定血型，准备血浆。是。使一下劲啊，感觉一下，这样怎么样？疼是吧？很疼吗？还能忍。也可以忍着。你这个手指头，你动一下，我看一下。来，能动吗？不太好动了。你这是手臂骨折了啊？啊，骨折了。那问题大吗？哎呀，问题不算是大，但是呢，伤筋动骨100天，这个期间你不能再工作了啊！你万一手臂错位就不行了。战玲需要打个甲苯固定。好，我现在去。不是100天，现在是工作最忙的时候，这没办法呀。你们车间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这么严重？今天一个大铁球砸下来了，有4吨多重呢。4吨重，哎呀，真够危险的。哎呀，行了，你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啊。院长，陈队长是 A 型血，医院血量库存不足，怎么办？马上到血库调，来不及了，快，组织人员续血。是院长，我是 A 型血，抽我的血给陈队长。白慧，先血压没事。好吧，去吧。是。主公，怎么样？还没出来？珊珊，怎么样？大家放心吧，白慧正在给陈队长献血。陈队长虽然已经脱离危险了，但是还需要输血。你们谁？他什么血型 ？A 型。A 型。我是 O 型，我献过血，抽我的。对，我来。我跟队长一样，我是 A 型血。那你跟我来。主公，您先回去休息，有消息我们第一时间通知您。陈队长是为了救我而受伤的，他现在在抢救，我怎么能回去休息呢？主公，要不咱们还是回去等消息吧，在这儿帮不上什么忙。是啊，主公，你现在必须得回去，我送你回去。我们先走了。丁姐，我们去车间看看。是。也许是个意外，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回事啊？啊！你们某番车间还是某番车间吗？怎么能出现这么大的事故？是啊，这么大的东西怎么能掉下来呢？厂长，我一定认真总结，
你这个主任就得先期检查。是。问题应该出在这根钢丝绳上。你看，钢丝绳上的吊扣开了。牛师傅，麻烦您来一下。什么事啊，庞公安？您看看这个钢丝绳插扣，这个钢丝绳插扣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？事故原因在哪儿？我看是插得太短了。按规定啊，我们插这个不得少于30公分。你看这个，连一半都不到。我看这个事故啊，就是因为接头脱开所造成的。赵主任，平时这个工作是车间里谁负责？一般来说也没有具体的人负责，大家基本上都会。需要的话，谁都可以插，插好了就码放在一起。用的时候根据吊装的重量，选择不同粗细的钢丝绳。可从接口上来看，这个吊扣是刚刚完成的。你看，这上面还有金属摩擦的痕迹。这位公安同志说的对，这确实是新插的。你看，这个麻绳都是新的。这都是谁干的事儿啊？到底是谁干的这没人性的事儿啊？赵主任，你们车间从上到下给我查。是。今天专家组来视察的事情都有谁知道？昨天接到陆秘书的通知，我就向整个车间传达了，大家应该都知道。陆成，你还告诉谁了？我就给赵主任打电话了，没跟其他人说。晚上车间有人值班吗？一般来说，我们收工以后，大门一锁，里面就没人了。好，情况我们了解了，谢谢。问题就出在这个钢丝绳插扣上，我判断这是一起有预谋、有计划的破坏行动，而且凶手就在场内，很可能就在车间内。这个卯汉车间，一个线索都不要放过。明白，立刻排查。局长，陈队长怎么样了？伤得很重，刚做完手术，已经醒了。这边。百惠，你刚献完血，休息。没事，我没事。刚献完血就这么玩命工作，你这么表现，是不是想当护士长啊？哎，张良，刚刚献血的时候你去哪儿了？我记得你也是 A 型血呀。我在病房啊，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？整个医院的喇叭都通知了，你会不知道？我真不知道。行，我看你是选择性耳聋吧。洛珊珊，你说话能不能注意点啊？我说的是事实。行了，珊珊，别说了。要是让他当上了护士长，那咱俩可是要倒大霉的。你看他那个样子。这实在是太危险了。如果是特务所为，那他们为了破坏水利工程，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。以后还不知道会用什么手段伤害您，接下来可要万分小心啊！稍安勿躁，是不是特务破坏，得看专项组的调查结果。也不知道陈队长跟那个工人怎么样了。主公，今天这个大铁球掉下来，大家都看到了，这还只是设计的1/10。如果真的是40吨的话，它该如何安装在我们的潜艇内部？为了这40吨的稳定器，我们就必须加大潜艇的内部空间，这里面一系列问题是无法解决的。怎么就不能解决呀？虽然今天是很危险，但这与设计无关。现有的资料里已经充分说明它的必要性，我们不能视而不见。我觉得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抓紧进行这个稳定器的实验，获得准确的数据。科学啊是严谨的，需要大量的数据来支撑。我们现在这样两边同时研究，既费时又费力。夏院长，东升的伤怎么样了？啊，张局长，你放心，开始的时候缺血，是白慧护士和魏公安安排献的血，我估计应该是受到了重物的撞击，后续还得进行进一步的检查。好，
那你有什么需要，尽管跟我说。好的。童斌啊，要是这么说的话，我体内还有你小子的血了。队长，只要你能站起来，把我抽干了都行。臭小子！老师来了。队长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没事儿。有事的话，我还能睁着眼睛跟你说话吗？行了行了，陈队长，少说话，好好休息。谢谢夏院长。谢谢夏院长。刚才昏迷的时候，感觉我回到了抗美援朝的战场，那一仗打的昏天黑地的。你给我少说2句吧。红梅啊，车间调查的怎么样了？可以确定，一定是有人动了手脚，在钢丝绳插扣上。不过，现在调查的范围太大，因为车间的每一个人都会弄钢丝绳插扣，所以我们现在还在逐一排查，有难度。排查的时候你要注意方式方法，不能打击工人的积极性，搞得人人自危。是，老师。看来厂里不只有一个李光明，肯定还有别人隐藏在这个工厂里。这个时候专项组如果没有负责人的话，肯定是不行的。这样吧，红梅，你就暂时担任专项组的队长吧。东升，你觉得呢？我同意。保证完成任务。红梅，你看这个脚印。有人从这进来过。所有的窗户都封得好好的，只有这一扇有松动过的痕迹。红梅，你看这个窗户的保护栏也被人故意拿下来了。红梅，我们找到一个证物，这是插钢丝绳的签子，上面有的氧化痕迹已经被抹去了，这表示这2天有人使用过。能不能查到这是谁的？这东西是公共物品，任何人都可以使用，而且上面的指纹已经被刻意抹去了。看来如你所说，这是有人故意为之。那这下可就麻烦了。从现在的信息判断，这个插钢丝绳的人手法极其娴熟。我相信车间里不是所有人都能办得到。从这里试试，找突破口。没问题。另外，调查一下每个人的活动时间和轨迹。是。张护士，我这骨折干嘛要打点滴啊？这是医生开的药，你得听医生的。我们都是按照高标准给你的医护待遇，你救了工友，算是我们厂的英雄了。哎，当时情况紧急，我也没想那么多。喝点水吧，放这儿了。谢谢啊。看着点，药要是没的话，记得喊我们拔针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谢谢。雪狼海汇报，飞狐跟蚯蚓制造了一起车间意外，暗杀楚怀秋，但失败了。主任，我怎么不知道在卢门还有一个叫飞狐的外戚存在？你还记得南山训练班吗？那是很早之前的事了。这就叫早年布下险子一枚，没想到如今起了大用。哎，鬼校那边怎么样了？以前都是壁虎跟鬼校接触，现在壁虎殉职，如果雪狼再不出面，恐怕我们很难劝鬼校出山。要不要安排他们见一面，打消他的疑虑？不到万不得已，雪狼绝不能暴露。你要知道，我们现在在卢门人手有限，能否完全盘活鬼枭这枚棋子，至关重要。是。还有就是你告诉雪狼，不要动不动就杀人啊！啊，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？是彻底解决水滴工程。杀一个人有用吗？还有可能会暴露自己。啊，是。去吧。哎呀，杀什么人啊？
大夫，今天出诊呐。上次你给我的药非常好啊。回头我再给你开点。行，那你忙着啊。好。哎，你还真敢来找我。今天只给您送药，不收您钱。哦，对了，这里有专门留给您的东西，都放在里面了。哦，对了，光等我下次来拿。啊。我说怎么找不着你呢？原来跑这儿来了。我说你刚献完血也不好好休息，不是，这些活葛主任不都安排给张玲了吗？他又躲哪儿亲家去了？白护士，你献血了？可不是吗？你别一整天把献血挂嘴边儿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。哎，白护士，那你不用照顾我了，我打完这瓶点滴就没事了。你快去休息吧，快去。哎。这医嘱上写的是3瓶药啊，张玲怎么说是2瓶？张护士说是2瓶，我听得很清楚。啊，少配了1瓶。这个张玲，哼！师傅，师傅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你不能乱动啊！哎，我伤的是手臂，又不是身体。那也得需要静养。哦，好，静养。宁师傅，你们聊，我再给他多拿1瓶药。好嘞。慢走啊！快，走。小报告，别说护士长的事儿，你没动心。会儿话。这个结果算了。哟，您不是支持大洋的理论吗？跑这儿来跟我们研究什么呀？我是支持大洋的观点，可是他那脑子啊，就是台超级计算机，我也帮不上忙。
你要是当了护士长，一旦有人借题发挥，拿这件事情说三道四，这个护士长你还怎么当啊？这有什么可借题发挥的？杜芳现在还在公安局配合调查。我当时去的时候，他告诉我这件事情是你在背后指使他做的。你拿杜芳威胁我？如果是我干的，我现在还能站在你对面吗？我的张玲姐呀，你现在之所以能站在我对面，是因为我拦住杜芳，没让她捅出来。你现在跟我说这么多，无非就是你想当这个护士长呗。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我想不想当护士长的问题，而是你能不能当护士长的问题。你想啊，一旦你当上这个护士长，你就会成为众矢之的，你很难服众，他们会想尽办法惩罚你，到时候万一翻出什么旧账来，那就不是当不当护士长的事儿了，厂医院你都待不住。如果我当不了，谁还有这个资格？罗珊珊啊。哎，大家伙，你们看我给你们带什么好东西了？哎，来吧。今天什么日子呀？哦，没注意。哦，怎么样？有点眉目没？现在啊，全都排查了一遍。咱们厂呢，能熟练插这种钢丝绳的人呢，一共是16个，有7个呀是咱们原厂的职工，剩下的呀都是外省外地调来的。看了他们的档案，都清清楚楚的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就是啊。档案有问题，也别想进咱们05研究所。滕斌，调装的孙大宝和赵晓峰调查的怎么样？查了，赵晓峰是刚到咱们厂不到1年的新工人，他是孙大宝的徒弟。那个钢丝绳呢，就是孙大宝选的，但他选的时候，他只注意到了钢丝绳的粗细，忽略了钢丝绳插扣这一重要环节。这已经是工作中的严重失职，已经被停职审查，等候处理了。但是经过我们调查，这俩人呢，第一不会插钢丝绳。第二，孙大宝在工作中一直兢兢业业、任劳任怨，没有任何作案动机。专家组那边现在状态怎么样？哦，我看他们正在会战，灯火通明，也不知道在研究什么。哎，我听说啊，专家组从中午到晚上都没去过食堂，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。这么忙吗？有咱们忙吗？哎，干嘛？这些苹果大枣全部充公。我留点行不行？什么留点？家里还有没有？都拿过来。你看啊，我从中午到现在说了2次了，他们谁都不听我的呀。这样的身体可受不了。厂长出来了，怎么样？专家们吃了吗？就拿了几个馒头，这些啊一口都没动。不是，这怎么连饭都不吃了呢？这样，今晚食堂留人值班，一旦专家们要吃饭，马上扔饭。好，听见了吗？快去吧。师傅们，谢谢了啊，谢谢。楚工。哟，红梅同志。哎，怎么韩厂长、陆秘书你们今天都在啊？因为这些专家从中午到现在什么都没吃，饭都热2遍了，又凉了。有这事儿？再怎么样也不能不吃饭啊。他们心里急呀，这关系到水泥工程下一步的方向问题，很重要的。红梅啊，你们这是？啊，我们拿了些苹果大枣，怕大家饿了也好垫垫肚子。红梅啊，你倒是提醒我了。陆成，厂里干部职工看有什么有营养的、不用加热的小零食什么的都拿出来。计算上的事儿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忙，但这方面我们不能掉链子。好，我这就去。韩厂长，谢谢，非常感谢。楚工啊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
来，韩厂长，这里有几处。来，同志们，暂停一下，同志们，你们辛苦了，你们让大家看到了你们的干劲。我想，有这种干劲儿，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。今天啊，韩厂长和专项组的同志们带了慰问品来慰问大家。哎，同志们，你们知道这些慰问品都是从哪儿来的吗？是我们厂的广大干部职工，把家里头舍不得吃最好的东西，毫无保留的都拿出来带给我们。这不仅体现了我们厂广大干部职工对我们的深情厚谊，更是对我们的鞭策和鼓励。对此我们对厂里的广大干部职工表示感谢。来，韩厂长，给我们说两句，给大家鼓劲儿，加点油。好，欢迎各位专家们，你们辛苦了。科学上的事儿呢，我没有发言权，但怎么能给你们这些宝贵的专家们提供最好的后勤保障，这个我有发言权。大家这些天的挑灯夜战，甚至是废寝忘食，我们是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啊。这些个小零食呢，虽然不是什么山珍海味，但代表我们厂干部职工对专家们的一片心、一片情啊！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，而伟大的精神就会造就伟大的事业。我相信，在这种精神的支撑下，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们就会拥有我们中国人自己制造的潜艇。来，媳妇儿，辛苦啊！来，大家辛苦啊！来一个，谢谢。来，谢谢啊！谢谢领导。丹阳，吃个苹果。哎，我先不吃了，我先把手头工作做完。吓我一跳！先给你放这儿了。你来干嘛呀？啊，我来跟大家给你们送点慰问品。啊，谢谢。算这么一大桌子，多吗？还不到一半呢。不跟大家一块儿算。啊，不了，张然姐。那安静。啊，不打扰了。来，哎，给你一个。哎，有了，谢谢。对。你怎么来了？一夜没睡吧？你不也一晚上没睡吗？我劝你呢，还是不要有压力，因为你根本没有必要固执己见。毕竟在这一方面，我比你专业。我不在乎输赢，我只看重数据。至少算到现在，我的方向是正确的。你也不要太过自信，也许从根上，你的方向就错了呢。你还真是说到本质上了。正是因为我不懂潜艇，我的方向才是从根上开始的，所以我才这样自信。难得咱们俩都这么有自信。自从我搞研究以来，从来就没有错过，更没有放弃过。希望你这次不要说得太早。好，那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哎，待会儿后院床单别忘收了啊。好，马上去。美璇，好， 3楼病房床单要换啊。好，你跟他一起去吧。啊，好的。小赵，
来，咱俩看一下这个药，来盯一下，这都对好了啊。哦，好。倩倩，哎，2楼病房你需要盯一下药啊。去吧。来。这个千万别嘱咐错了啊。来盯一下，哎，咱俩对一下这个吧。白慧，有事吗？忙吗？我想跟你说点心里话。好啊。来，大家看一下黑板。这个是季丹阳同志和贺希文同志2个人努力的结果。贺希文同志呢，是认为这个潜航稳定器是有精简压缩的可能性的，虽然技术上还有攻关，但是已经具备了可操作的范围。季丹阳，他认为这个设备对潜艇的稳定不是唯一的可能，2个人付出了大量的心血，但是这2个方案就是2条道路，怎么走？我看这样吧，咱们各位论证一下。我同意希文，已经有的资料，我们何必要再走弯路？我也同意希文的观点。我同意丹阳的观点，我们是在研究潜艇的各种可能性，而不是在制造潜艇。我是一直都不同意季丹阳的观点。假设我们把这个问题无限放大来看，如果我们没有潜航稳定器，我们潜艇的大小、武器和动力全都会受到限制。那我们造它来干嘛呢？而且，如果连稳定都保证不了的话，咱们还谈什么海中作战啊？看来大多数同志都同意贺希文专家的观点。要不咱们这样吧，民主决策，大家举手表决。曙光，在表决之前，我能说2句吗？你说。刚刚大家在讨论的时候，我一直在聆听，也在思考。无论稳定器是多么的重要，我们都要立足于水滴工程的初衷。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要向国家拿出潜艇的可行性和理论基础报告。取消稳定仪确实可以给我们节省很大的人力物力，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朝着新方向走下去。我在季丹阳的方案中看到了可行性。我宣布，放弃我的观点，支持季丹阳。这是我搞科研以来第一次宣布失败的结果。科学实验就是在不断的尝试之后总结出答案，你不要太介意。你是对的，我们现在要解决的是从无到有的问题。之前我太钻牛角尖了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葛主任，看来在咱们护士站白慧同志还是最后一个知道的。那好，那我就再宣布一遍：经厂医院领导商定，报厂领导批准决定，任命白慧同志为厂医院2区护士长。好！恭喜你，白护士长！恭喜你，护士长！恭喜你！恭喜！我想推荐你当护士长。我要是让骆珊珊当了护士长，她不得把我吃了？白慧，你行。可是我怕在那么多老护士眼里，
我难以服众了。有我给你撑腰，谁敢说个不字啊？白慧，这个护士长一定得你来当，姐去做工作。不过有一点，等你当上护士长以后，不许跟我翻旧账。张玲姐，我怎么可能跟你翻旧账呀？我也不是那样的人。而且张玲姐，在我眼里，你业务能力那么强，一直都是我学习的榜样。不管我当没当上这个护士长，今后我都要跟姐姐多多学习。白慧，其实我很欣赏你。谢谢姐姐。下面咱们让白慧护士长给我们讲几句吧。我也不知道说什么。首先，我要感谢组织，感谢领导的信任，我一定会做好本职工作。再就是，我要感谢张玲姐，恭喜你，白慧。是张玲姐高风亮节，主动把这个位置让给我。今后，我一定会跟大家一起努力，让咱们2区护士站成为全院最好的护士站。哎，小慧，嘿，回来了。啊。爸。哎。跟你说个事儿。说。护士长选出来了。谁当选了？你猜。我猜不出来。真选你了？什么叫真选你了？你不希望我选上啊？不，你就希望你女儿一辈子没出息是不是啊？我做饭去了。嘿，你瞧瞧，生气了吗？这还叫？请问白护士长在家吗？嗯，你是哪位啊？哎，您是白大夫吧？啊，我是。陆秘书。嗯，你怎么来了？小慧，啊，爸，这位是我们厂办的陆厂陆秘书。哦，厂里的领导啊，这么年轻，快快进屋坐。哎，不用不用，我就顺道来看看白慧，再来看看您。您在我们厂可出了名了，悬壶济世，一代名医啊！哎呦，这个不敢当，不敢当的。快坐。我跟陆成再说点事儿，一会儿回来做饭。陆秘书，跟我来一下。哎，快！哎。陆秘书，你来我家干什么？道门道喜啊！恭喜你当上护士长。就是个护士长，有什么好恭喜的？你快回去吧，让别人看见不好。哎，白慧，这个给叔叔。你这是干嘛？毕竟是第一次到你们家，总不能空着手吧？哎，就收下吧。我不能收。还有啊，陆秘书，你以后要是没有重要的事情，你不用专程跑来我家的。我们有事单位说就好。就是有些事情不能在单位说，所以才来家里找你的。白慧，我想跟你表达，我第一次见到你，我就觉得你身上有一股魔力。你别说了，陆秘书，我们是不可能的。我上次收下你的护手霜，是因为我觉得你因为我挨了厂长的批评，我心里过意不去。如果你要是误会的话，我们俩可能连朋友都做不成。哎，别！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们是朋友，而且是最好的朋友。以后工作当中有要帮忙的地方，你就尽管说，不管公事还是私事，我全力以赴。你的心意我领了，那既然我们是好朋友，我们就一起把心思都放在工作上，咱们比积极，比干劲儿，相互促进，共同努力。好，没问题。其实有的时候，我看见你忘我的工作状态，还挺让人钦佩的。真的，你都看到了，太好了。那我们以后就互相促进，互相进步。如果我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你可以及时的告诉我，帮助我吗？
哦，对了，我差点都忘了，这个送给你。哦不，帮我提点一下。我又不懂诗歌，给你找错人了。白慧，我相信这些诗，只有你能看得懂。哎，小慧，陆秘书，怎么回事？我怎么知道呀？小慧，当爸爸看不出来呀？人家那是在追求你。你年龄也不小了，对身边这些好青年也要多留意。趁着爸爸这还在，可以帮你把把关嘛。爸，你说的什么话呀？哎呀，小慧啊，哎呀，爸爸现在呀，就是年纪大了，总希望自己的女儿啊，能有一个更好的归宿。爸爸是经历过那个战火年代的，但是你没有啊。现在啊，你呀，这是爸爸唯一的牵挂。你要能有一个安安稳稳的生活，爸爸将来也就可以闭眼了。爸，你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什么也没有。哎，庞公安怎么最近不来找你了？可能他忙。哎呀，你们这个厂子也是够怪的啊！从这个专家来了以后啊，一桩怪事儿接着一桩怪事儿啊！我看呐，这卢门是快起风浪了。爸，你净说笑。卢门是山区，哪来的风浪啊？行了，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好。对了，我看你屋里那么多书，都是图书馆的吧？你翻我抽屉啊，爸。我这不找方子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要不看，赶快给人家还了。我知道，我做饭去了。
时的密码依然能看得懂，可见你鬼骁的心还在党国。白大夫，请坐吧。你是谁？你不是一直想见我吗？怎么，我主动约见你，却迟迟不肯来？报出你的编号、代号。72号雪狼，你的上线雪豹编号75，你鬼骁的编号303。即便如此，你让我怎么确认你就是我要找的雪狼？小灰楼发生的那些事儿，你还记得吧？我越过雪豹，直接跟你联系过。是你杀的叛徒庞世钊？他不是叛徒，他是共产党的卧底。你这种安排倒是挺别致。现在你可以确定我的身份了，但是我要的是面见，不是打电话。你怎么知道我不在这儿？别四处看了，我就在这儿。你拿什么让我相信9年前你也不曾面对我？都是自己人。雪狼难道就这么怕见光吗？这样才能让你记忆深刻。虽然你是雪豹的人，但记住，你的级别比我低。我是磐石行动的最高指挥，你鬼骁竟然不服从我的命令。大家在一起都装死9年了，还谈什么级别？我倒是可以明确地告诉你，我对你的磐石行动不感兴趣。如果你非要拉我下场，那就拿出你的诚意来。但是如果你再敢拿我的女儿来威胁我，你小心，我们鱼死网破。你敢威胁我？都是一样的，谁怕谁呀？听着，如果你不服从我的命令，你和你女儿都不会有好下场。好啊，那我现在就让你见识见识，我不是吃素的。我很想知道你真实的身份，为你女儿考虑，你必须效忠党国。小慧，小慧。小慧，